第一屆師生書畫及科技創作作品展開幕儀式現在開始。我係譚李麗芬家教會前主席趙妙群，今日有幸同譚李麗芬長者學院周院長一同擔任呢一個司儀。周院長係譚李麗芬紀念中學嘅資深科技教師，係星之子嘅恩師。佢退咗休之後，繼續參與呢個義務工作，服務社會，繼續為社區發光發熱。有請周院長。唔該晒啊，陳姐。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殷海玲校長。校董陳淑芳校董，吳子堅校董，首任校長方信賢先生，前任校長鄧志光先生，新界西長者學院聯網林明恩助理主任，鄰舍輔導會鄺展陽主任，各位導師、各位教育界朋友、各位嘉賓，大家好。多謝你哋喺百忙之中抽時間蒞臨譚李麗芬長者學院暨現場院文藝協會舉辦嘅第一屆師生書畫及科技創作作品展。啲長者喺學院嘅班組嗰度努力學習，將辛苦學習嘅成果顯示出嚟，係佢哋嘅心願。周院長，不如等我簡單介紹下現場院文藝協會嘅來歷啊。好啊。喺年前疫情開始嘅時候呢，3位譚李麗芬長者義工，包括我哋前院長文燕基、粵曲導師潘永祥同埋金曲導師趙婉芬一齊以現場院文藝協會為名，申請非牟利社團註冊，方便為長者申請特惠長租計劃。今日令到我哋呢一班老同學喺有場地去展示同埋分享佢哋嘅學習成果，發揮佢哋黃金歲月，燦爛人生。今次好難得，抽中屯門大會堂展覽廳呢個咁靚嘅場地，作為分享長者佢哋同埋導師佢哋嘅才華同埋努力學習嘅成果，實在難能可貴。群姐，我知道你一路都有參加學院所舉辦嘅活動㗎噃。係啊，譚李麗芬長者學院嘅活動咧，就係非常之受歡迎嘅。咁都係得到我哋前校長、首任校長方俊賢先生佢居功至偉。現在請方俊賢先生為我哋致辭。周院長，唔知係咪叫你群姐好似咁樣跟翻時堂。其實群姐係我哋第一屆家長教師會嘅主席。係第二屆同第三屆。第二屆、第三屆，我啲老人痴呆開始我尋日咧都要問阿文燕基首任院長有關長者學院嘅資訊。我驚我講錯。點解我哋會喺香港應該係第一批長者學院設立？咁主要咧就食咗一餐好豐富嘅晏晝。呢餐係點樣嚟咧？就係我哋會嘅總幹事啦，咁邀請咗幾位嘅校長，包括咗我自己，就去到一個香港好著名嘅醫生，有一個午餐宴，就係梁志雄醫生。咁佢就喺香港中環香港會啲有錢佬嘅會所度擺咗個鴻門宴。梁志雄醫生咧本身當時就係安老事務委員會嘅主席，佢就同我哋講：我哋咧老人家越嚟越多啦，香港呢一班老人家咧好多時咧
由於戰亂嘅問題，好多都冇乜機會喺學校讀過書。但係而家佢哋好辛苦啦，工作完啦，啲仔女又大啦，啲孫又開始湊一陣，又可以得閒一陣，點算好呢？太多無所事事對社會又唔係幾好嘅喎，不如你哋中學呢開辦下長者學院啦，喺星期六放假啲學生唔使返學嘅時候，開放校園，讓呢一班嘅長者重入校園，學佢哋喜歡學嘅興趣班，就唔使好似學生咁樣太多課程嘅，只不過你哋有一啲嘅興趣，佢覺得自己有興趣，又要好平嘅收費，入到嚟有一種呢重返校園，回復青春。咁食完呢餐飯呢，老闆呢總有時就話你哋去諗掂佢啊。咁我反而點樣諗掂佢呢？就當時呢2008年文燕基係我當時嘅副校長，亦都係我一年呢退休佢係好得力嘅一個同事。咁我就捉佢嚟，喂，幫下忙，為香港嘅老人謀求幸福，就犧牲你退休嘅生活。你而家咧就幫我籌劃呢個長者學院嘅院長啦。咁由於文燕基咧係副校長，所以咧調動校內嘅資源，推動啲工友做嘢職員做嘢咧，佢一句講咗，啲人咧就好快進行。咁所以我哋好順利咧，2008年咧就開始咗呢個長者學院，不經不覺已經係17年啦。咁眨下眼。咁另外咧，長者學院對我嚟講咧，都有一個好重要嘅項目，就係因為咧，文院長佢話要搞啲興趣班喎，佢就知道我太太咧係有派嘅師傅牌嘅，佢就話校長你捉我落水，我話捉翻你老婆落水，咁打和，咁結果咧，2008年開始咧。我屋企嘅老闆咧，亦都開始幫譚美麗芬嘅長者學院咧係教太極，一直到而家。咁退休人士嘅生活我都享受咗6年啦。我喺2019年退休。喺我嘅人生當中咧，退休係一件好重要嘅里程同埋生活嘅歷程。喺退休之後咧，咁多年，我可以話咧退休生活真係好。點樣好咧？因為有好多以前冇時間做嘅嘢，退休之後可以去學啦。大家有冇諗過呢？我退咗休60幾歲先開始去學潛水喎。最難嘅艱難就係太太屋企人欺山莫欺水，我要費盡好多嘅唇舌先俾我去試下。終於批准我考咗2個潛水牌。亦都不知不覺2年間咧潛咗100次嘅水咁呢啲係你意想唔到嘅。第二樣咧就係踩單車啦。嗰時我聽一個牧師講道，佢話佢退休之後開始去踩單車，透過不斷嘅練習，可以由石崗咧踩到去大帽山頂喎。我當時就立志要學下佢啦。第一次學咧就係唔夠幾分鐘咧就氣來氣喘投降。後嚟咧，我經過不斷嘅努力，經過半年嘅學習，我終於可以好似個牧師咁樣，由石崗一路一腳踩上呢個大帽山嘅坡坡最頂嘅天文台。呢個係我以前冇諗過嘅。原來退休之後60幾歲人，都原來仲有好多嘢可以發揮到一般人都認為好艱難嘅嘢，其實都做到。咁所以咧，各位長者，我今日見到大家咁多嘅書畫，我都好讚歎，亦都覺得大家咧發揮緊你哋嘅所長，希望大家咧過一個好好嘅退休生活。多謝各位。多謝方校長。現今咧係一個以知識同埋咧科技為本嘅年代。我哋除咗需要不斷充實自己，仲需要咧係培養終身學習嘅精神同埋能力。鄧志光先生係譚美麗芬紀念中學第2任校長，親力親為，透過科技研習啦、
指導長者同埋學生充實自我啦，以適應社會嘅需要。請鄧校長分享一下帶領長者同埋學生嘅學習心得。大家好啊！首先好多謝文院長啦，同埋周院長啦，都分別都揾我啊。兩個，所以今日我都分別問下佢，點咧？咁樣講啲咩？當然唔係今日啦，即係我哋都問下着咩啊咁樣啊。好多謝佢兩個。今日咧好開心啦，嚟到呢度哇！呢個好勁啊！真係呢個我哋呢個書畫節啊，第一屆嘅師生書畫同埋咧科技創作作品展啊。一個好呢個地方係好靚嘅地方啊！好多謝佢哋俾我有機會能夠喺參與當中。我自己咧即係頭先講呢啲嘢咧，就係我一講就係講退休咧，我就講呢個退休就係人生嘅下半場。我自己咧就下半場咧就一退休咧就方校都係咁啦，都諗下好多嘢啊！我都係嘅。我下半場第一樣嘢咧，我哋就去聽下啲講座嘅。即係聽下啲講座，咁點樣去籌劃自己嘅人生下半場咧？當然有啲頭先理財嗰啲嘢啦嚇。當然最重要咧就係身體健康嗰方面啦。攞好多錦囊嘅，但係其中有啲錦囊咧，我都會睇下邊啲我自己有興趣做啦。亦都而家好興用 AI 啦，係嘛？AI 咧我都問下 AI，人生嘅下半場，我哋要做邊啲嘢咧？咁樣。有啲嘢咧都，雖然我用唔同嘅 AI 啦，都大異曲同工嘅，即係其中包括有啲嘅就係音樂啦，有啲當然係做運動啦，做下義工服務啊，呢啲嘅活動，當然就係啲嘢好重要，就係要學習。方校去學潛水啦，我踩單車啦，我有啲都同，其實好有人揾我去學潛水嘅，不過我推咗佢啫，係揾我幾時㗎？方校都識㗎啦其實當中學習係好重要。我好開心咧喺談理分裏邊咧，我退休嘅時候咧，我真係有個機會咧，就係可以透過學校喺呢度咧，我自己學自己人生嘅第一樣嘢。我自己都中意音樂嘅，自己都有玩彈琴啊，有玩吉他咁。我估唔到我有一個同事送咗個吉他俾我，變咗，原來吉他可以自己整人。我就開始咗人生咧第一個整吉他，整俾自己。就跟咗學校嘅鄭 Sir 咧，就學咗第一班嘅吉他班。學咗之後整咗第一個吉他俾自己。原來唔難嘅喎，因為本身我自己係教科技啦，所以工藝嚟講咧，對我嚟講就好簡單啊。但係有啲學理、有啲理論基礎喺裏邊咧，我就要學啦。但係我就發覺好容易啊。結果阿鄭 Sir 話：不如你教啦。跟住咧，其實我就經歷咗5班，我教咗應該有差唔多60個學員到啦，即係整咗佢哋自己人生第一個吉他，即係唔係淨係我自己第一個吉他，佢哋都能夠整到個吉他，過程真係其實幾開心嘅，當然除咗長者啦，仲有學生同長者一齊去學咧，其實都幾得意嘅，即係，但係個過程咧就係好啦，俾我哋能夠學到嗰啲，原來我哋可以學一啲新嘢嘅，所以都鼓勵大家都去學下一啲新嘅自己有興趣嘅嘢，書畫係一個啊。我頭先有幾個例輩嚟，佢都話你啲攝影都下次你可唔可以加埋攝影展啦咁樣可以加落去。